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17章，上主讲：犹大人民啊，恁的罪是用铁笔写的，用宣召刀刻的，写伫恁的心板，刻伫恁祭坛的角。恁拢伫少年伫逐个山峦仔、野地悬的所在，甲逐丛青翠的树下面的祭坛，甲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因为恁伫境内的山头坛所犯的罪，我要互恁的财宝互对敌抢去。恁会失去我赐予恁的产业，我要互恁的对敌，甲恁掠去恁毋捌的国家服侍因为恁惹我受气，我受气的火永远袂化。上主讲：我靠世间人相信肉体的快乐，心离开上主的人，即款人会受咒诅。因为亲像沙漠中的细丛树仔，幸福来的时看袂到，因会住伫焦燥的旷野，无人徛起的咸地。我靠上主专心信靠我的人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因亲像树栽伫水边，定滚伫溪水边，毋惊炎热，叶青翠茂盛。抗旱的时，拢毋免看路，话不断结果子。人的心比什么拢较开早，无药通医，什么人捌话透？我上主捌人的心，查验人的心思，要照逐个人的所做报应因。用无正当的手段发财的，亲像野鸟底部毋是家己生的卵。中年的时会失去财富，到落尾会变做愚戆的人。阮的圣所是阳光的宝座，对古早就徛伫悬悬的所在。上主啊，你是以色列的仰望，去杀你的拢会见效。因会消失，亲像名写伫涂骹，因为因去杀上主活命的源头。上主啊，求你医治我，我就会得到医好；求你拯救我，我就会得到解救。你是我所称赞的。人对我讲：上主警告的话伫倒位？若有，就互伊实现。上主啊，我毋捌逃避做牧者的职分，无跟对你，嘛毋捌仰望因有一日会拄着灾难。我的喙所讲的，你拢知。求你毋通甲我吓惊，因为你是我患难的时的避难所。求你互迫害我的人见笑惊吓，毋通互我见笑惊吓。求你降灾祸互因，甲因彻底消灭。上主对我讲：你去徛伫犹大君王出入耶路撒冷为经过的便雅悯门，甲逐个城门口，对因讲：犹大君王甲人民，以及所有对这个城门出入的耶路撒冷住民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讲：恁着细字，毋通伫安息日搬物件，对耶路撒冷这个城门出入，嘛毋通搬任何物件出门，无论什么工作，拢毋通做。着照我对恁祖先的命令，守安息日做圣日。毋过因毋听，因硬心毋受教。上主阁讲：你若注意听我的话，
无伫安息日搬物件对遮个城门出入，守即日做圣日，无做任何工作。安尼，恁就会有线只大笔坐王位的君王，甲因的官员骑马坐马车，甲犹太人耶路撒冷住民做伙对遮个城门出入，这城嘛会永远有人徛起。恁嘛会有人民对犹太逐城镇、耶路撒冷周围逐庄舍、便雅悯地区、山坡、山地，甲年吉夫带烧化祭、平安祭、素祭、乳香以及社温祭来我的圣殿。毋过，因若无要听趁我无守安息日做圣日，伫安息日搬物件对耶路撒冷的城门出入，我就要放火烧城门。大火会吞噬耶路撒冷的宫殿，无人拍话花。